曾反骨，或者乏人问津。仅仅37岁，与精神疾病。后尔曼·梅尔维尔笔下的白鲸，第一年读者只有5名。有生生吐下血无力几个日夜，来生愿做更凄美的蝴蝶。愿生命加速倒数计时，想让故事变成更精彩的样子。人要努力在身上复习，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四季将至。爱的加爱伦坡或许出了名，死神却夺走所有至亲的命。约翰尼斯维梅尔卖不掉作品，高价画作却在死后流传至今。有身上土